今次介紹呢間餐廳咧就叫做白石的深夜食堂，但係咧其實佢晚上9點鐘就休息噶啦。免費飲嘅茶咧係白桃烏龍啊！今次咧分別點咗冷爐豆腐，裡面嘅芝麻醬咧就落得啱啱好，最重要咧係豆腐咧就冇多餘嘅水分。本來咧嚟到係想食拉麵嘅，但係咧就已經賣晒。不過咧就錯有錯着，就點咗咧呢個溫泉蛋牛肉飯。溫泉蛋咧仲可以轉為煎蛋。牛肉飯入邊嘅飯咧就粒粒分明香軟，牛肉咧就配上洋葱絲咧就超好食啊！重點咧係冇多餘嘅醬汁，真係超驚喜啊！而即叫即燒嘅京葱雞腿串燒咧，雞肉咧就鮮嫩入味，大葱咧就充滿晒醬汁。俾幾秒時間大家估下阿迪哥嘅好味指數，今次俾幾多分啦？下條片見，拜拜。